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咁啊奶茶咧啱啱放學，就啱啱咧就完成咗今晚嘅籃球訓練班，咁啊嚟到呢度大連排附近啦 ，OK 呢度咧原來有間叫元記雲餃，亦都係我嘅摯愛嚟嘅。嗱，元記雲餃咧係國內過江龍落嚟香港開嘅，但我想講咧佢啲嘢食咧個質素係非常之高，你睇下。啲餃咧係新鮮包、新鮮滷。咁我嗌呢個咧係我 favourite 網紅混醬乾拌啊，好惹味，係啊，但唔係太辣，但係好惹味嘅。好啦，事不宜遲啦，開餐啦 ，thank you。哇，咁多位波友，元記嘅餃子實在太好食啦，雲吞麵都唔錯，清晒 KO。大家多啲嚟幫襯啦，好嘛？我最愛嘅餃子店啊，喺香港。OK，thank you。